这样子被阿杜喊要抬啥绳子哎，搞你要害过他呢？我头天都害过嘛，害过年年搞哎。这样一个龙酒嘛，也在穿牛了了哟。没分哦，顾啥搞嘛？想想鬼都热巧嘞。下冷度呢？想想我那都娘了哟。我信你个鬼！我正找个宽背，这等还得6个包珠包完，给换上了。这个可以亲个一口，就可以。哎，豆豆，这还搞讲呢？那干了。这个可以亲个一口，可以，搞要亲个龙酒，还是要亲个的普？那随便搞，只想找头哥，对哥只想客气嘎。